哥，勝哥哥，勝哥哥應該係食飯噶嘛？係啊，食飯啊，勝哥哥佢忙噶。呀，你以為冇使做工都得噶嘛？勝哥哥肯定忙緊個，你話咪先？多謝晒落單，多謝晒。嗱，係做咩工㗎？信貸公司冇識喎，我都冇去過深圳。阿老細，我冇去過深圳喎，以前就去過深圳，而家幾耐都冇去過深圳咯。我成日都踎喺增城，你知道嘛？除咗養雞養鴨，你覺得我可以去邊度啊？哦，咁樣㗎，死咯！難怪人家叫我山妹，我呢個我都冇識。哎呀，難怪人家叫我山妹啊！過來佛山玩，冇去佛山啊！我而家服侍嗰啲祖宗啊，服住嗰啲雞鵝鴨啊。東莞肯定識啦，老細你真係一係當我山妹嘛。東莞我肯定知道噶。而家佢活動價噶吓，7.9蚊一罐，一罐就1斤嘅，男女老少都可以食個，知嘛？老人家、男女老少，嗰啲堂大佬、堂大姐可以食個，好過你食埋嗰啲滴滴答答嗰啲咁嘅垃垃雜雜個。睇睇呢兩個公仔嘛，嗱，呢兩個公仔佢哋打球係咪呢隻噶？佢哋打球呢隻嘅，嗱，中國人民保險你可以放心落單，呢個中國人民保險嘛，知道嘛？湯得未我個雞？妖，你一味過住講我啲雞個8月15啊？而家食緊芝麻糊先吓，係啊，食緊芝麻糊先啊，黑芝麻合桃粉啊，雞係咪食得啊？雞生真啊！你派談係咪講客家噶？係咪講客家噶？就係想食雞啊！陰公嗰啲咁細隻個雞仔點食啊？8月15先有雞湯啊！咁細隻個雞點食啊？我哋冇係講客家嘅喎，我哋冇係講客家噶，講增城嗰啲本地話。係啊，講增城本地話個，冇錯，3罐送一個杯，送一個羹。嗱，19.9蚊3罐送一個杯，送一個羹吓。嗱，咁樣3罐啊，送一個杯，送一個羹，睇到嘛？送一個呢啲咁嘅玻璃杯啊，一個羹啊。開始叫你食雞。哎呀，嗰啲雞仔個，我朝早都直播啊，阿雲東水店，哎呀，朝早都食咩嗰3個來啊，3罐送一個杯，送一個羹落，嗱，抵到爛啊，平到笑，抵到要啊！你平時間你自己出去打粉，你有咁平咩？7月14都湯雞，有湯雞啊，肯定有湯雞噶啦，老細。肯定7月14都湯雞噶，乜湯雞想揀日子嘅咩？你一家人都識講係咪啊？
我以為你講普通話就麻閪溝飯啦。有啲人佢講客家，我哋冇識講客家個，難溝通啊！冇識講客家個就點蚊冇飯食過，食芝麻糊啊！阿國慶冇啊，阿國慶啊冇雞埋喎。